咁喺我哋三角學入邊咧有非常之多嘅恒等式啊。咁呢條例子咧，我哋想首先同大家睇睇咧點樣利用翻兩條中三學過嘅恒等式咧，就幫我哋化簡。咁呢兩條恒等式咧，第一條咧就係 tangent theta 會拆開變成 sin theta 除 cos theta 嘅，而另一條咧就係 sin theta 二次加 cos theta 二次。當呢兩隻角係完全相同嘅時候咧，咁加出嚟個結果咧，永恆都係翻正一。好，望望例題第二啊。題目第二條咧就俾咗兩個分數，咁咧就似乎係做分數加減啦。咁一見到呢個格局咧，我知道好多同學仔咧第一時間咧就會抗分、通分母，然之後做呢個減數。好啦，同學仔搞清楚先啊。加減數咧喺我哋數學上嘅運算嚟講咧，應該排到最後嘅係咪？先乘除啊嘛，後加減。如果有括弧咧，應該更加早係做咗括弧嘅嘢先係咪？咁所以咧呢度咧應該大家唔好咁急住咧就做抗分嗰件事啦。嗱，事實上咧呢度每個分數其實都係做緊除數噶嘛，係咪？呢度係一除 sin theta 二次，而後邊咧就係一除 tangent theta 嘅二次，係咪？嗱好啦，嗱咁我哋先咧就試下用咗第一條嘅恒等式，就幫我哋將個 tangent 咧就化翻做 sin 除 cos，等令到第二個分母咧就同第一個分母咧有啲相同先。好，而家我 highlight 咗 tangent 嗰部分啊，淨係呢部分啫。咁我就抄翻第一條恒等式落去。咁頂頭呢個二次方咧，我哋寫嘅時候咧，嗱我哋一定係會寫中間嘅。咁但係實際上咧，佢係括住喺成嚿嘢嘅出邊嘅。好，咁完咗呢部分之後咧，我哋跟住咧就處理下呢度佢自己本身嘅除數，即係一除呢嚿嘢啦。咁咧下低呢一大堆嘢咧有二次方，咁我二次分入去入邊，咁啊上面有份，下邊有份啦，係咪？咁或者我簡單啲，我就咁寫 S 就代表 sin 就算啦。咁分子就係 sin 二次啦。咁佢嘅分母咧就係 cos 二次。咁而家呢度咧就係用緊個一去除一個分數，係咪？咁大家小學嘅時候都學過嘅。咁我哋會將中間呢個嘅除轉成，然之後將下低嘅分子分母咧就顛倒咗佢。好啦，你寫好晒之後咧，咁就變成一乘以 sin 二次分之 cos 二次。咁呢度係用緊個一去乘係咪？咁乘一咪即係等於冇乘咯。咁所以呢度咧成堆分數化簡完咗之後咧，其實係得翻 cos 二次除 sin 二次啊。咁或者呢度咧我就再打多次靚仔啲嘅。好啦，嗱咁我用完咗第一條恒等式之後咧，咁就冇咗 tangent 啦。咁取而代之咧，就全部變晒做 sin 同埋 cos。咁呢度咧就似第二條恒等式嘅格局。特別地咧，你留意下啦，而家咧其實你做咗第一個動作之後咧，你發覺而家兩個分數佢嘅分母都係相同嘅。咁如果分母相同嘅話咧，咁我就直接用分子相減咪得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如果分子相減嘅時候咧，你不妨咧就試下用第二條恒等式做少少主項變換咁啦。咁你試下將呢個 cos 二次搬去隔離。咁你搬走咗之後咧，咁你嘅右手邊咧就會啱啱好就係一減 cos theta 嘅二次。嗱，我哋讀咧就會係讀 cos theta 二次啊。咁咧個二次咧就係好特別地寫喺中間嘅。咁剩翻喺左手邊咧就係 sin theta 嘅二次。好啦，咁於是咧而家呢度嘅分子減分子咧，利用咗第二條恒等式之後，咁馬上咧佢就會變成係 sin theta 二次。咁個分母就係當然係 sin theta 二次啦。咁經過一輪嘅化簡之後咧，你就睇到咦上下一樣喎，咪成個約晒咯。咁於是結果咧就出翻正一嘅。